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我係方東升。今晚主要嘅新聞有：被廉署調查嘅新鴻基地產主席郭炳江、郭炳聯致函員工，叫大家放心，一切如常。廉署成立專案小組處理案件，消息話係由一個公司高層舉報。謹以致成鄭重聲明。梁振英簽署聲明，重申自己唔屬於任何政黨。市區的士團體申請加價同徵收燃氣附加費。睇詳細嘅內容，廉政公署繼續調查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聯同埋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嘅案件，3人獲准保釋。郭炳江同郭炳聯今日致函員工，叫大家放心，一切如常。而受到負面消息拖累，新地喺復牌之後股價急挫1成3。位於深水灣道郭氏家族嘅大宅，整日都有大批記者守候，見唔到郭炳江同郭炳聯出入。不過新鴻基地產晚上就發表聲明，指郭氏兄弟有返到公司履行職務，又指董事局通過兩個人繼續擔任集團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嘅職務，前提係有關董事承諾就指控有關嘅事宜會放棄投票。至於指控有關嘅事包括啲乜嘢，聲明中冇講到。郭炳江同郭炳聯就致函全體員工，只面對近日嘅風波，佢哋收到各人嘅關心同慰問，並且願意同新地風雨同路，佢哋對此衷心感謝，亦想同大家講一聲放心，一切如常。兩個人喺信中話：天色雖不會常藍，眼前確有不少挑戰，但只要堅持信念，做好本分，今日嘅難關，他日回頭一看，也許只是個讓未來走得更堅壯嘅考驗。而受事件影響，新地朝早復牌之後就插水，收市急挫1成3，到96個半，單日市值蒸發超過380億，旗下新意網同數碼通跌近4%。有學者指事件對企業管治聲譽造成重大打擊，建議盡快揾人選替代主席職務。咁呢啲基金係揸貨係好多，同埋佢係睇長線，好重睇重呢啲嘅企業管治嘅。咁嗰班如果係話嗰個嘅投資信心係失嘅話咧，咁呢個打擊應該係最大嘅。最重要就係揾翻佢哋嘅媽咪出嚟啦。最理想嘅就啱我提到啊，揾一啲佢哋家族以外一啲嘅人咧，就係嚟到做呢一個嘅主席嘅職務。不過咧，其實就唔係咁容易。亦有分析員話，短期除非有明朗化嘅情況出現，否則新地嘅股價可能會繼續受壓。無線電視記者陳建文報道。而廉署已經成立咗專案小組，有一個處長級嘅人員領導調查案件。消息話係案中相關上市公司嘅高層舉報案件，並且提供大量嘅文件。消息話被廉署拘捕嘅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郭炳聯同埋郭炳江，同埋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獲准保釋，稍後要再到廉署報到。小心啲！廉署早前證實拘捕一間香港上市公司2名高層、1名政府前主要官員，懷疑佢哋涉嫌貪污。消息話案件係由嗰一間上市公司1名高層舉報，並提供大量文件。廉署執行處成立專案小組，由1名處長級人員領導調查，同埋分析行動入面檢獲嘅文件。對於有報章暗示報案人曾經向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供資料，梁振英唔評論。我唔能夠評論個別案件，我重複一句嚇，我會堅守嘅原則就係7月1號先至上任嘅行政長官。至於被捕嘅前主要官員，消息話廉署懷疑有人曾經向私營機構提供有關賣地同埋發展計劃等內部機密資料，廉署稍後會向政府索取佢曾經參與決策嘅文件。無線電視記者李盼龍報道。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簽署聲明，確認自己並非任何政黨嘅成員，而佢亦都否認曾經加入或者俾人邀請加入共產黨。梁振英原定挨晚落區見市民，佢特別喺離開舊政府總部後任特首辦公室之前，叫傳媒到場見證佢向公眾簽署法定聲明，證實佢冇加入任何政黨。謹以致成鄭重聲明，本人不是任何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第31、2
條所界定嘅政黨嘅成員。本人謹憑藉宣誓同埋聲明條例第11章，衷誠作出此項鄭重聲明，並確信其為真確無誤。梁振英喺簽署之後，由在場嘅太平紳士簽署見證。家居太平紳士見證。人民網早前刊登梁振英嘅簡歷，稱佢為同志。根據內地慣例，一般會對共產黨員有咁樣嘅稱呼。人民網其後已經更正對梁振英嘅稱呼。梁振英嘅重申自己唔係共產黨員。我總之我自己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亦都唔係共產黨嘅成員，從來唔係冇要求加入過，亦都冇人呢係邀請我加入過。根據選舉條例，行政長官當選人要喺7日內公開聲明，表明唔係任何政黨嘅成員。無線電視記者汪明希報導。另外，梁振英連續第3日落區，先後到過沙田、大圍同埋上水接觸市民。佢話嚟緊會繼續落區展示親民作風。努力，一齊努力。梁振英挨晚去到沙田大圍，知下啲黃氣先。多個團體向佢遞交請願信，分別要求佢處理雙非孕婦問題、改善居屋選址同埋地區發展等等。梁振英話：佢參選嘅時候嚟過呢度，承諾不論係咪當選都會再嚟，今次係履行承諾。佢喺大圍逗留咗大約15分鐘之後，轉去上水，多個民建聯嘅區議員迎接，有學生向佢反映有關教育問題嘅意見。我希望可以做到經濟係㗎，你記得要搞好啲啊，支持你啊！好。佢之後回答記者提問嘅時候，有人叫口號叫佢落台，亦有人叫支持佢。老實講，示威而家落區呢，我覺得只不過係做 show 嘅啫。我希望佢一聽到反對聲音嘅時候，立即上前問一問，聽取佢嘅聲音。呢一啲先係真正嘅落區。你落區唔係聽取別人嘅支持。今次已經係梁振英連續第3日落區，佢話落區係為咗答謝市民喺佢競選期間嘅支持，未來亦會繼續落區展現佢係親民特首嘅風範。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多個市區的士團體向運輸署申請起標加2蚊同埋增設燃氣附加費。運輸署就話燃氣附加費喺執行同埋運作上有問題，要小心考慮。石油氣價持續上升，4月又會再加。30幾個市區的士車主同埋司機團體同運輸署開會，爭取起標由20蚊加到22蚊。2公里之後，每次跳標就加1毫，去到1.6。9公里之後就維持1蚊一跳。另外又要求增設燃氣附加費，其中一個方案係如果標準氣價係介乎每公升5蚊至到7蚊，就會向乘客收取2蚊嘅附加費，並且定期調整。有的士團體話成本急升，希望政府同時考慮2個方案。以咩名義去批？冇問題，最緊要快，因為而家啲氣價呢，到下一個月呢，就已經升咗好多啦。呢2蚊同埋1毫子呢，都係唔係司機，亦都唔係車主對落水嘅，因為我哋係付出咗。就如果我哋個燃油附加費、燃氣附加費呢，如果減翻落嚟，我哋可以即時減翻落去啊嘛，就對乘客都好有好處嘅。但係如果我哋每次都申請加價呢，我哋想減翻落嚟都係比較困難一啲，對乘客都公平啲。運輸署就話，燃氣附加費會將燃氣價格上升嘅壓力直接轉嫁俾乘客，喺執行同埋運作上有問題。當局會喺處理加價申請嗰陣，考慮的士業界嘅意見同埋市民嘅負擔能力。市區的士呢，上一次加價呢係舊年嘅6月，起標價由18蚊加到20蚊，而家未夠1年，的士團體就申請再加價。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榮報道。有的士同小巴團體就到氣站抗議，佢哋不滿專用氣站嘅價格飆升。再有前線司機團體不滿專用氣站嘅車用石油氣價格持續上升，發動抗議。大約50架的士同小巴去到灣仔嘅專用氣站，只係入10蚊或者1公升嘅氣，圍堵氣站。我哋每日入氣錢其實入氣，而家平均每日多咗百零蚊咁樣嘅，係啊。同埋而家又整加長減咁樣，咁啊行得遠又收得少咁樣，但係入氣又翻多咁樣。
咁其實總之就係多咗收入少咗咯。發起行動嘅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代表要求政府批准收取燃氣附加費，認為比加價好。有關團體又話希望政府盡快回覆佢哋嘅訴求，唔排除將行動升級，包括會圍堵港島區嘅3個專用氣站。另外，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10幾名代表去到候任特首辦公室向梁振英請願，促請政府批准的士同小巴收取燃油附加費。專用氣站嘅石油氣平均上限價喺08年中跟隨住國際氣價嘅升勢，一度升至近每公升5蚊嘅水平，之後回落，其後又再上升。機電署上星期宣布，氣站下個月起加價之後，石油氣平均嘅上限價將會突破每公升6蚊。無線電視記者吳偉慧報導。咁睇下啲財經消息，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0,555點，係跌咗53點。美股方面，道指係報13,174點，升咗28點。先休息一陣，翻嚟會睇下。粵港自駕遊接受申請頭幾日嘅配額全部爆滿。財務署話，全港依家有15個水浸黑點，預計嚟嘅時候會加派人手留意。昂山素姬批評緬甸補選未投票已經出現好多違規嘅情況，佢又寄語香港人爭取民主要不屈不撓。